喺忙碌嘅生活入面，好多人間唔中都會買杯手搖飲品當做減壓嘅特效藥。不過為咗短暫嘅開心而過量攝取糖分，往往會喺不知不覺間由內到外咁破壞緊你嘅身體機能。千祈唔好以為呢啲係危言聳聽，近年亞洲區已經有唔少真實案例，證明甜蜜危機隨時殺到埋身。內地有個24歲男仔，連續2年每日飲最少4杯奶茶，結果有日突發肚痛狂嘔，送院抽血，發現血液竟然變成奶白色，血糖仲超標4倍幾，確診為糖尿病、酮症酸中毒、急性腎損傷等多種老人病，身體內臟退化到好似60歲咁，最終喺 ICU 搶救咗7日，先勉強執返條命。另外，台灣有一個22歲嘅打工仔，靠每日飲2杯手搖飲品減壓，短短4個月內無啦啦暴瘦20公斤。一開始仲以為自己減肥成功，點知原來係腎臟嚴重受損，出現大量泡泡尿，差啲就要終身洗腎。呢場隨時攞命嘅甜蜜危機，絕對係我哋每個人都要正視嘅健康課題。咩係游離糖？講控糖之前，我哋要先識分糖嘅來源，存在喺新鮮生果同牛奶入面，嗰啲係天然糖分，人體吸收得比較慢。真正要提防嘅係游離糖或者添加糖，即係額外加落食物度嘅白砂糖、糖漿等。世界衛生組織 WHO 建議成年人同小朋友每日嘅游離糖攝取量應該降到總熱量嘅10%以下，如果可以進一步減到5%，大約25克，即係5茶匙左右，對健康就最好啦。咁但係市面上好多望落唔甜嘅食物，其實都暗藏住驚人嘅糖分。包裝檸檬茶大約有6到8粒方糖，飲一包就已經超標。調味乳酪大約有4到5粒方糖，仲有好多隱藏來源，例如沙律醬、番茄醬，甚至即食麵湯底。為咗中和味道，往往都加咗大量嘅糖分落去。高糖飲食對身體嘅4大破壞力。食太多糖唔單止會令人變肥，仲會引發體內一連串嘅負面反應，加速皮膚老化。糖化作用，血液入面有太多糖，會同皮膚嘅膠原蛋白結合，產生糖化終產物。呢啲物質會令你嘅膠原蛋白失去彈性，變黃，直接加速皺紋形成，令你未老先衰。情緒波動與疲勞，食完甜嘢，血糖會急速飆升，跟住胰島素大量分泌，又會令血糖驟降。呢種劇烈嘅波動會令你覺得更加攰，難以集中精神，個腦仲會不斷發出我要食多啲甜嘢嘅渴望，形成惡性循環。肥胖食多咗糖，身體會直接變成脂肪儲存，係導致肥胖最直接嘅原因之一。脂肪肝風險，加工食品同手搖飲品最中意用嘅高果糖漿，多數直接由肝臟代謝，極容易轉化做脂肪並囤積喺內臟，大大增加患上非酒精性脂肪肝嘅機率。增加慢性病風險，長期高糖飲食會令身體處於慢性發炎狀態，大幅增加患上2型糖尿病同心血管疾病，例如心臟病嘅機率。身體 OK， 心臟麻麻，小心風波仔。點樣開始減糖生活？戒糖唔使逼自己一步登天，透過循序漸進嘅調整，可以令身體慢慢適應清淡啲嘅口味。學識睇營養標籤，買包裝食品嗰陣，仔細睇清楚成分表。如果蔗糖、高果糖、玉米糖漿排得越前，代表糖分越高，建議轉買標籤寫明低糖或者無糖嘅產品。階梯式減量法，買手搖飲品嗰陣，嘗試由全糖轉半糖，習慣咗之後，再慢慢減到微糖，最終挑戰無糖。規律作息與睡眠，
唔夠瞓會影響體內荷爾蒙分泌，令你更容易渴望高熱量同高糖食物，所以保持充足睡眠絕對係成功控糖嘅關鍵。減少攝取糖分之後，你最明顯感受到嘅改變，通常係精神變得穩定，皮膚狀況大改善。控糖唔係要剝奪你飲食嘅樂趣，而係學識點樣聰明咁揀嘢食。健康嘅減糖生活，不如就由下一餐開始啦。